各位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带大家来关心，昨伫咧高雄，人是吵，因为罢免韩国瑜，也有支持韩国瑜的大游行，伫咧同一天无同的路线登场。罢免韩国瑜这边，主办单位宣布讲，参加的人数差不多有50万人。若昨暗时游行结束进前，上届声人目的，就是现场的民众就拢架手机手电拍互开，笑现场一粒会反光的球，互高雄规个光起来。主办单位也宣布，26就会展开头一阶段罢免韩国瑜的行动。主办单位宣布，这场罢免韩国瑜大游行参加的人数超过50万人。离暗时6点外，群众摕着手机照着中央的镜球，代表荧光照耀高雄。在掀起最后一波的造势，主办单位也宣布，26会向中选会提交3万份罢免的联署书，来启动罢免韩国瑜第一阶段作业。民间团体公民挂草、VKL 甲基进党共同发起罢免韩国瑜大游行，群众陆续对高雄文化中心出发，因为参加的人超过5期，队伍对下晡1点50分出发，用了超过1点半钟才全部离开。他所开的都没有实现啦，晓不晓得？然后才选了多久就要跑去选总统了？在宣导他真的做得很差，对，所以要强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原本有期是10万人参加，结果人数超过主办单位所想的。那高雄市民更加有人专工对澳洲赶倒来参加，而香港民众也组成一个大队来声援这摆游行。我是一定要回来投票的，我朋友大家都要回来投，罢韩。我觉得香港的经验可以跟台湾的朋友说，香港每一天都有游行，不同的催泪瓦斯。如果台湾的朋友选的韩国瑜，就是这是香港的问题了。有着210公尺长的票据，全部队伍行到终点已经要晚暗头5点啊。主办单位讲，游行只是罢免韩国瑜的起点。明年1月11号大选了后，要组成罢韩大联盟，结合各方的力量，要来推动真大真少看到的罢免韩国瑜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若韩国瑜定赢所规划的大游行，昨下晡队伍伫咧1点11分的时阵是准时起行。主办单位宣布讲人数有超过30万人。主本韩国瑜讲会和民众做伙行，不过因为现场人实在是客，因为考虑到安全，临时决定直接伫咧终点迎接支持伊的人。韩国瑜伫咧台顶致辞的时阵，佮强调，真讲伊当选总统，伊就会成立特别政治小组，办贪腐的政府官员。下晡1点11分，支持韩国瑜大游行队伍准时出发，由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甲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带头。参加的民众拢穿蓝色、白色、甲红色的国旗设置的服装，现场国旗嘛真多，场面真壮观。支持的群众一直喊口号，主办单位宣称参加的人数有35万。原本要为头行到尾，韩国瑜因为国安考量，临时决定直接伫上尾一站等大家。韩国瑜伫台顶带头唱歌，伊致辞的时阵强调，是一个相信生命的人，人伫做，天伫看，保证伊若当选总统，无表示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伊第一个要务是成立地政组。美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延续去年底选高雄市长的气势，韩国瑜搁办游行，要冲关伊的支持度。对伊的竞选副总干事周习伟欢乐，这届大选恐惊发生2粒枪击的202版，韩国瑜讲伊拢袂欢乐。每一次到了选举各种谣言、各种猜测、各种情资都是满天飞。我对台湾警察以及所有相关的治安维护人员，我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成熟。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也很有信心。因为支持韩国瑜甲罢免韩国瑜的游行，同一天伫高雄进行。为了避免双方有冲突，警方出动3000名维安人员，警政署长陈家庆也亲身到南部坐镇。总共部署了3000多名的警力，针对有可能发生治安事故的处所，我们都有加强戒备。
为高铁捷运站到游行路线顶地点，警方加强戒备，无法度放轻松，要一直等到2个游行的人潮拢完全散去。记者综合报道。阿达选战进入最后的阶段，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昨是到新竹，除了替共党的立委候选人陈鸿辉徛台，伊阁到游乐园区参加公益活动。因为昨下晡罢免也有支持韩国瑜的游行，拢伫咧高雄举行。蔡英文是阁一届发话，望讲游行的民众会使保持冷静，互游行会使和平完成。选战进入最后一个月，除了总统选战，立委选战也非常的激烈。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拜六下昼特别落南到新竹市，替共党立委候选人陈鸿辉辅选徛台邮票。我们国会要继续过半，大家说好不好？好。国会过半，最关键的就在这里啦！只要陈鸿辉过关，我们国会就过半，大家说好不好？因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20号伫电视政见发表会上批评，民进党的2005飞核家园是谋财害命，而且后边之前也发布备忘录，应该将核能达至国家能源结构，根本直接批评蔡英文能源政策。张灿正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时期这个空污或者是燃煤的情况都是最严重的，在一个执政成绩不理想的这个候选人，你们现在还来批评我们哦？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一透早也陪同台北市大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谢佩芬扫街拜票，因为拜六下昼罢韩甲停韩游行拢伫高雄举行，赖清德呼吁双方爱理性和平，才会当再次深化台湾民主。总统大选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呢，每一个民众都有他支持的人选，但是呢，大家仍然能够非常理性来进行活动的话，我相信会赢得国际对我们的肯定。赖清德强调，只有民进党伫立法院过半，蔡英文总统政见才会当成为政策，恳请选民支持民进党甲所有提名的立委候选人，因为离2020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投开票日无到1个月，各政党候选人拢把下选前最后几个拜六拜日积极抢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伊伫咧接受网络节目访问的时阵，是甲炮火上尊国民党，伊批评前总统马英九做了无好。另外，对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伊伫咧政见会批评讲，政府和史瓦蒂尼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帮赞介少。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伊是继续伫咧讲高雄负债的这件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21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各种炮火对准国民党，批评前总统马英九做得不好。2008年我选嘛，我没有选啊，我还支持马英九。不过这位先生我实在是摇头，做得那么烂啊。除了批评马英九，宋楚瑜讲到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伫政见会上批评政府甲史瓦蒂尼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帮助真小。也强调爱疼惜友邦。我们对于这些友邦难得的还有一些好朋友们，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选举里面把他们变成对象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和珍惜难得应该疼惜。因为外口红下民众党甲亲民党抢攻政党票，宋楚瑜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互相亲像有怨言。宋楚瑜讲，共党目标是小党扩大。同款想要抢攻国会释出的民众党主席，也是台北市长的郭文哲再度开放高雄负债议题，批评以前和高雄负债人拢走去中央。你们以前在高雄亏成这个样子，现在跑到中央去，每一个都当大官。这个开什么玩笑？这变成以前是一个地方高雄地方的现象，这变成蔓延全国。因为夫人陈佩琪伫面册批评民进党甲总统蔡英文为了连任甲拥压政权，早就对郭文哲启动歼灭计划。郭文哲出面讲话，别将每一个人拢当作好人来看。至陈佩琪这期蔡英文放任国家互派系食了，郭文哲就讲这是真侪人的看法。同款是第三世代的郭文哲宋楚瑜，毋那是批拿拍力，互相之间的竞合关系，更较爱微妙维持，彼伫哪力之间寻求生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冬至，东北季风有小可变强，那南北台湾高温差不多只有20度到23度，天气比较较湿湿凉凉。今仔日甲明仔，因为东北季风有变较强，北部也有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其他所在早暗也会较凉。那这波东北季风主要落雨的区域集中伫咧北部也有东半部，北部的高温差不多只有21度，那中南部是无啥物影响，高温差不多伫咧27度左右。透早甲暗时温度的变化会较大。那昨关岛南方有出现热带性的低气压，上紧今仔日会正做轻度的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若是讲伊进入南海了后，水汽有够充足，会阁行向北平，咱台湾就有可能会落雨。过来，咱来看交通的消息。苏花改确定明年1月初6的全线通车，客运业者也公布台北和花莲客运的票价，由邦桥或者是南港发车到花莲的票价，比台铁的自强号俗100块。拄通车的这段期间，客运业者佫会杀出讲，把票价抬一半来抢人客。苏花公路改善工程1月6号全线通车，未来苏澳到花莲行车时间估计对2点钟缩短为75分钟。客运业者也宣布台北花莲的客运票价，南港到花莲定价32，比台铁自强号俗100块；邦桥到花莲票价352块，也比台铁工区段的票价俗100外块。客运业者会在通车初期内推出半价优惠，南港到花莲票价无到200块。坐客运蛮舒服的，因为可以看风景。也还好，那到花莲我还不如就直接坐太鲁阁。以南港到花莲为例，客运行车时间大约是3点钟20分钟，也是输代替新自强号一杯2点外钟。不过过年的尖峰时间，也有深夜的离峰时段发车，会补足代替不足的运能。台北花莲客运头一摆来投入这个过年的疏运，公路总局也拟定因应措施，会搭配好几条控制措施，避免塞车。南下部分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还是在4号端、南澳端车流量会比较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整个我们在这边的耗资啦、警力啦而且较为原则上会以这边为主。公路总局预估，今年过年苏花改第一波的南下车流会出现在过年前一天下晡，初一将是年节上尖峰的时段。估计行完苏花改可能要用4点钟的时间，比平常时要加用2点6倍。呼吁用路人应及早规划过年的行程，离峰来坐客运，尖峰时段坐火车，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发生什么大代志？咱紧来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心脑血管的疾病是咱台湾人10大死因内底主要的疾病。经过研究，逐天加食5支粉，中风的风险就会增加12%。国民健康署表示，男性心血管塌掉的患者，若发生急性的心脏中风情形，也是有37%的患者无解分。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统计，逐年12月份到1月份是啉酒赛车造成严重死伤上悬的高峰期。今年交通部加提悬啉酒赛车的罚金，拒绝酒测或者是不知悔改搁再犯的人，罚金会加重。再来，咱来看联合报。苏花改明年1月初6下晡4点会全线通车，警方会伫咧同一个时阵杀科技来执法。其中，苏花改是禁止骑奥多摆，专讲骑奥多摆的人，警方就会使透过这车牌辨识系统来开罚。劳动部公布上新的统计，讲最近10年，咱台湾劳动参与的比率是愈来愈多，主要是因为女性参与劳动的机会提升。不过，和其他先进的国家比起来，咱并无较多。学者就认为，政府应该伫咧照顾囡仔，也有长期照顾这方面，提供更较健全的措施，才有法度解决这个情形。美国百货公司周年庆，女性销售员拍拼创业绩，也成了业者上重要第一线工作人员。女性参与工作，渐渐成为职场的重要角色。今天一旦教育的程度提升之后，他们可以在各行各业，甚至以前是觉得这是不适合女生参加的一个行业当中，都可以发光发热。
根据劳动部统计，2018年的台湾女性流产率，25至29岁达到91.8%上悬，30至34岁下降到85.6%，50至54岁下降到61%，平均流产率是51.1%。虽然比10年前提升，也毋过也是比不过主要的先进国家。根据主计总处资料，2019年平均女性流产率是51.27%，也毋过还未结婚的女性会当达到63.68%。若讲有配偶，也是同居者，就落到49.08%。学者分析，这甲传统分工，女性结婚生囝了后，照顾家庭的责任，也是落伫女性有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政府在托儿跟托老这方面，他还是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去加强他的一个力道。目前的托儿甲托老政策整体性配套也是不足。真歹互女性无顾虑，建议应该整体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关心第5个消息。嘉义县太保有一间饲鹅的业者，发现讲伊所饲的鹅无正常死亡，赶紧通报。经过送验，确定感染 H5R 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已经把场内1800多只的鹅全部杀掉。不过，这间饲鹅场附近3公里的所在，阁有36间饲鹅和饲鸡、饲鸭的，防疫单位就讲伊会继续来监控。防疫人员全副武装来进行消毒的工作，将被杀的白鹅装入去地下内底。嘉义县太保一间种鹅养禽场，因为业者最近发现鹅只不明原因来死亡，经过防疫单位的采样，确定是感染到高病原性的禽流感。该场说有鹅只异常死亡的状况，那当天我们就派员去现场移动管制，然后采样送验。在19号呢，我们接获家卫所的报告，确诊为高病原性禽流感。嘉义县加速疾病防治所为着避免疫情变了更较严重，20号就派人到现场处理这鹅只，总共杀1862只种鹅。加抽所强调，因为天气变寒，业者注意环境的温度甲通风，而且做好场内防照施食的安全工作，防范疫情的发生。警站或者拢有咧防疫生物安全啦吼，场内消毒啦吼。那在你有诶这布防诶，迄个帆布诶加挂吼，阮警站阮就拢准备好势咯。发生疫情的这个所在，3公里内就有36间养禽场。家抽所表示，目前还未出现相关的疫情，已经对这36间的养禽场进行监控甲消毒，无爱互疫情有更较扩大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南投德山镇的金蕉农，最近讲有金蕉农到伊的金蕉园巡视的时阵，发现有7-8丛的金蕉树，讲树身去互凹断一半，或者是讲树身顶悬有真明显的尿痕甲卡印。当地村民就烦恼，这是乌熊或者是大型动物所致，可能影响村民的安全。不过专家就指出，为海拔的高度，也阁有这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大型的野狗或者是野猪所做的。金蕉树被整个凹断，其他树头毛明显的照痕，树身毛被食过分者。村民看到安尼景象，毋甘金蕉树损失惨重，由于家己的厝就伫边仔，烦恼安全受到影响。我都有烦恼，我毋知啥物件，毋知咱看袂到，毋知佮当时佮来，伊这来是拢暗时来的。毋是日时来哦。南投德山延平里的金蕉农，为金蕉树明显被破坏分者，推测可能是乌熊或者是大型的动物，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嘛引起当地村民紧张。不过地震中心为现场基层研判，可能是山猪或者是大型的野狗。狗的确会去咬香蕉树这件事情，野猪它会吃香蕉啊，那就算那个还绿的还不够熟的，它有可能会吃。参照安尼呢，这个月初伫中华溪州的东洲村，嘛发现几啊丛金蕉树被凹断，官府人员嘛到场了解，鉴定了初步认定是野狗。至于金蕉树会被凹断，是因为外口确定的部分被破坏了后，内底树身挡袂住这凹断，而乌熊妈妈黄美秀嘛认为，乌熊未出现伫这么低海拔区域。不是熊就是狗，太明显了，不用推测了。那在这种比较浅山地方、农地的地方，其实民众要慢慢建立一些正确的态度，不要自己吓自己，没事就老是说熊，台湾没有那么多熊。
黄美秀表示，乌熊出没伫中央山脉，海拔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族群数量真少，加上生性真惊人，无啥会出现伫平地、农地，呼吁农民唔通伤过行徛，嘛会使透过网络通报，且相关单位来前往鉴定。而目前所发现的案例，并不是乌熊出没。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但即阵讲食食抑个物质的情绪可能有牵连。澳洲上新的研究就指出，总讲加食一寡菜色、果子、鱼啊，或者是橄榄油一寡有Omega-3的食物，暗时困袂好的情形就有通得改善，嘛会使减少少年人物质的镜头。加食青菜水果甲坚果类，唔来使增加纤维，帮助排便、新陈代谢。国外最新研究也发现，这食物对着改善失眠、焦虑，甚至减少少年人忧郁的情绪，也是有帮助的。你在食物当中补充一定量的这个色氨酸，色氨酸是我们大脑制造血清素的一个原料。那血清素被公认是一个快乐跟幸福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所以我们食物中如果有补充充分的这个色氨酸的饮食，那对于这个改善情绪是会有帮助的。澳洲麦吉利大学最新研究，测来17到35岁中度到重度忧郁症患者，当时因也是爱食油脂的加甜的物件，这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并且随机给分做2组。上规饮食组维持食真多糖加加工食品，而饮食改变这组像因看营养影片，饮食上改做食青菜水果、坚果、鱼、橄榄油这食物。3礼拜了后，接受饮食改变的人，忧郁症减轻，分数也明显改善。减少精制糖，那像糕饼类这一类的，那是在我们吃饱饭之后的犒赏我们享用一点点就好，不要变成正餐在使用。医师强调，青春期甲成年早期是忧郁症风险升高的时期，也是建立健康饮食重要阶段。所以建议民众3顿饮食，加食含有 Omega-3的花卉、三文鱼加深海鱼，也是含色氨酸的果卵、坚果、肉类加深色的青菜，并且保持规律运动，才有法度维持身心拢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甲镜头转去英国。英国首相强生即阵所带领的保守党所提出的脱欧法案，20日伫咧国会以358票对234票顺利伫咧下议院过关。英国确定会伫咧1月31正式脱离欧盟，若过渡期会确定伫咧明年12月底，时间袂搁再延长。The ayes to the right were 358. The noes to the left were 234.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通过脱离欧盟法案内容，甲10个时阵，强生甲欧盟协商的结论中间，上大无共包括禁止延长过渡期。The bill ensur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must end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next year with no possibility of an extension. And it paves the way for a new agreement on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with our European neighbours. 上大在野党的工党虽然输掉顶礼拜大选，不过党魁柯尼宾议员大声来呼吁，要求国会同僚反对强生的提案。We warned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Prime Minister's Brexit deal was a terrible deal for our country, and we still believe it's a terrible deal today. It's paralysed our political system, divided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and become a national embarrassment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在表决的时阵，尽管有9名保守党议员请假无来，不过工党无来参加的人更加多，有32个人，甚至有6名工党议员投下赞成票。部分英国媒体讲，这是12号大选惨败了后，又一摆公开互柯尼宾歹看。尽管已经大势确定，不过强生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也面对真侪挑战，亲像要伫个过渡期内，甲欧盟谈出双方拢会接受的贸易协定。另外，在这段期间，强生也在8月的7大工业国高峰会，最后一摆以欧盟会员国元首身份，甲法国、德国这欧盟大国，邀欧盟的高层面对面。强生要安怎来化解双方的猜疑不满？中间英国甲欧洲国家的友好，拢不是简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的天气是好也是歹，咱今来带乡亲看各地头气象的资料。北部18度到21度，中部17度到26度，
南部18度到28度，东部18度到26度，金马平湖14度到22度。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同齐快乐，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